跨过台中的消息，再来看台南。台南开启玉香宫，为了要加强台南市救灾效率，送一台这个灾情的勘查车，加这个树林船，由台南市长黄伟哲代表接受，并且颁发感谢状，希望讲这台灾情的勘查车会使互消防救灾任务更较顺利。开启玉香宫，奉献社会，做爱心，袂输人。进前关一台灾情勘查车，和台南市政府消防局第6大队所属安南分队，这摆更加搁缴付一台树林船，和台南市救灾功能更较完整。对着防疫的工作，对着社会公益的工作，对着这个减灾的工作哈，对了救人的工作，开启玉香宫拢是咱社会的上界前线哈。庙方表示讲，有灾情勘查车加树林船，对着救灾出勤的任务都有相当的帮助。你忙讲伫迄个重水的情况下，要出动啦，要创啥？迄个救灾的速度啦，效率会较好。市长黄伟哲冇参加净化车辆的仪式，祈求救灾人员行车平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